后来进前，这个寒流是一波接一波，天气真冷，大家关会意愿大幅来下降。台大病院一个妇产科的医师伫个面册来发文章，讲昨暝这个病院的血量，敢若有到一个生产后出血产妇来使用。这个关血中心讲，全台湾各血型的血量嘛拢已经无够了，像这个 B 型的剩5天半 ，A 型的剩4天外。AB 型的剩4天，这个 O 型的上欠剩较无4天咯。关血中心是拜托大家帮忙关血。台大病院的急诊室一透早无用气气，全台湾目前真欠血。如果有个急诊的病人大量出血，或是开刀房有一个紧急的状况，这样的库存量很可能就会用完了。所以我们大家也非常的担心这样的事情。来关血中心关血民众嘛无几个。以我们今天的一些库存量来看，其实整个台北中心跟高雄中心其实都低于4天，所以是属于缺血的一个状况。12月份的捐血量大概比预期少了大概3000袋左右。那天气寒冷，其实会使得捐血的一个捐血意愿其实是降低。血库的量只要无到4天，就代表真欠。目前全台湾 B 型血5天半 ，A 型、AB 型剩无到4天半。O 型搁较欠，剩无到4天。台北、新竹2个地区上欠血。疫情期间，关血中心的防疫其实做了真好，民众其实只要身体健康、挂水暗，就会使安心来关血。希望大家若是有闲，做伙关血来救性命。